天祥旅遊，扎根香港，走遍港九新界。本社屹立香港超過20年，創立初期致力於為香港市民提供優質的本地遊服務，平均每月策劃並營運約450個精心安排的出團行程。客戶遍及各中小學、幼稚園、社福機構等，備受各界肯定及支持。2011年，天祥旅遊網站啟用，開始提供景點信息及行程資訊。多年來提供超過數百個行程，讓客戶體驗多元化又精彩的香港本地遊。我們繼續致力提升服務質素及公司形象。其後，亦為配合各社福機構所需，成功通過 ISO 9001-2015品質管理系統認證。在發展香港本地遊包團服務嘅同時，本社開始縱向發展。2014年購入首部旅遊巴，開始投入自家本地遊服務，提升服務質素。直至2026年，我們已擁有及管理超過65部旅遊巴。至今為止，旅遊巴業務範疇已遍佈本地遊、居民巴士穿梭、學童接送服務、廠車上落班、機場接送，同時自設維修團隊，提供更安全行駛體驗。近年更領先業界，提供穿梭巴士的 GPS 班次追蹤服務，進一步緊貼時代步伐。更有穿梭巴車身設計及裝裱服務，提升屋苑客戶的服務形象。天祥亦致力開拓外遊，及遊學團服務，包括帶領學生參觀大疆無人機總部、騰訊總部，讓學生們更好了解國家最新發展。天祥旅遊無論喺本地一天遊包團與旅遊巴服務，都會繼續與香港人同行，走遍港九新界。